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來到看輕中醫古利名系列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少見但好值得留意嘅中醫病症，叫做鄭星。其實呢個名聽落好似好難理解，但睇完我解釋之後，你就會明白佢背後嘅意思。有時候，尤其係咁啱疫情壓力大或者身體虛弱嘅時候，會發現有啲病人精神有啲唔似平時咁清醒，講嘢重複，語聲低沉又唔連貫。呢啲症狀唔係話一時唔記得嘢咁簡單，而係比喻一種好嚴重嘅內在變化，好似身心進入咗一個危險嘅狀態。中醫話呢個就叫鄭星。上次我哋有條片講，漸鬱或者漸忘多數係屬於熱症，精神模糊、神色迷亂，而鄭星則係進入病情嘅深層次，主要係氣血虧虛、精神散亂，已經係比較末期嘅現象。喺中醫裏面，鄭星可以分為兩大類，一係忘陰症，二係忘陽症。唔係純粹唔識講嘢或係冇精神，而係因為身體嘅陰陽失衡出現咗變化。首先講忘陰症，往往係因為大瀉、大吐，甚至產後大失血等原因，耗損身體大量陰液。呢啲人就會出現神志迷糊、喃喃自語、眼眶凹陷、皮膚變乾，會出汗但微黏、呼吸氣促、嘴唇間紅，甚至手足微溫，身體仲有發熱嘅感覺。呢個狀況係屬於陰虧不足，所以治療要幫佢滋陰扶陰。用嘅經典方劑就有生脈散啦，佢可以幫助補充身體嘅陰液，令氣血平穩返嚟。而另一回事就係忘陽症，呢個多數係長期陰虧、久病不愈，或者寒邪侵入、陽氣耗盡嘅結果，患者就會出現神志遲鈍，好似昏迷咁，面色蒼白、手腳缺液、氣短啲微、汗多又冷、口唔係太渴，反而想熱嘅嘢，墨微玉絕、舌淡白甚至青紫。咁呢啲人，我哋治療嘅重點就係回陽救逆，用像係參附湯咁嘅方藥幫佢補回陽氣。其實喺臨床上，陰虧就會導致陽散，陽氣虧就會令陰不化，呢兩個往往係一齊出現。咁我哋喺配藥時要好小心，調和陰陽，唔可以一味攻伐，因為呢樣會傷到身體根本。我哋仲可以參考下普濟方同景岳全書嘅記載，佢哋都話真正嘅鄭星唔係普通精神問題，而係腎虛，唔單止係由熱症引起，特別係要快啲分辨佢係陰虧定係陽虧，咁先可以用啱藥，避免加重病情。總括嚟講，鄭星多發生喺病情深重、危重階段，精神散亂、語言異常都係重要特質。作為中醫師，我哋要謹記辨證窮究陰陽虧損的根源，配合適當嘅藥對症下藥，佢就可以慢慢改善。講到最後，現喺越來越多人重視自己身心健康，但理念同治療方式都唔一定知道得好透徹。希望呢篇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更了解呢個鄭星，亦希望大家遇到類似情況時能夠及早識別，攜手中醫一齊照顧自己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內容幫到你，記住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個讚，仲可以分享俾你啲朋友。下一次我會再帶嚟更多實用、貼地又正宗嘅中醫知識，唔好錯過呀！多謝收聽，下次見啦〜